更来关心国内大代志。这个月11日，伫嘉义失事跋落海巡一个 F-12V 飞官陈毅，今仔日伫水上的空军基地办伊的告别式。总统蔡英文出席，也颁保用令，甲陈毅奉做校校，向伊致敬，也感谢伊守护咱的国家。告别式现场放送顺吉飞官陈毅在生的相片，大卡家属不时咧吃目屎。29载时，嘉义县水上空军基地为陈毅举办告别式，场面气氛哀伤。有好多话想跟你说，妈妈期待你能来妈妈的梦里，在一起聊好吗？永远爱你，想你的妈咪，不要忘了我们。空军嘉义基地4连队飞官陈毅，这个月12驶 F-12V 战斗机失事殉职。空军司令部在是伫嘉义基地办告别式，总统蔡英文来念香，也颁布保用令，对方陈毅校校的就位。我也要跟陈毅说，我们会继续努力捍卫这片天空。谢谢你，我们将永远以你为荣。你的任务结束了。告别式结束了后，家属陪同顺吉飞官移灵就飞行机，宪兵嘛向天顶鸣枪表达敬意。现场空军官兵行咧送伊最后一段路，表达上悬的敬意甲追思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